来自丹市11间身心障碍单位甲庇护工厂，定系因用遮中秋所做的应景月饼、点心等好礼甲产品。当然，这嘛是因的机构筹募经费一个真重要的收入来源。所以，丹市消费局为了推荐予各大企业、工会，拢会当将原本要采买预算来优先选买。30号首次用餐会形式来联合促销，用实际行动来号召、来消停新众朋友场面热热。3、2、1，这个日间作业设施伊做出来，这个食品。拢有经过一定的这个标准的流程，所以对咱的民众来讲，唔那是好食，阁有安全，咱阁会当来帮助咱的弱势团体，所以就是讲咱的中秋礼盒的部分来当来采购咱弱势团体的这个作品甲伊的食品这个礼盒，咱就会当做双重爱心。其中，今年7月以所罗门紫月光重新出道的女团嘛，到场能够响应，带动气氛。另外，珊珊读册会会长陈以贤嘛，率先订购33万的商品，并且搁再转送给洪灾受灾户，希望尽一份心力。刚好有11个单位，那我就捐33万，33万刚好每一个机构3万块。这样大家都平均让大家都能够有一点小帮助那33刚好是33读书会的33啦，对。然后这一次的所有的认捐的所有的礼盒我希望社会局就是我会交给社会局，那社会局由社会局来送到灾区去帮助灾区的朋友，让他们能够在这次的中秋节也能够有一点点的小确幸。消局表示，今年精选身心障碍朋友所亲手制作的中秋礼品要来推荐。虽然拄着在后辛苦的中间期，不过真侪企业有缘出钱出力带动买起，嘛为活动加添温暖加感动。风灾的时候，当然我们的在地的厂商还有国际的厂商都不断的支持我们，所以我也会担心，其实在今天这个活动之前，会不会买气会受到影响？因为厂商们已经在别的方面做了很多部分的支持，但是很棒的是，没有他们在心里头还是惦记着这非常软的这一块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买气还不错。台湾人本来的高礼数，看了这群身心障碍朋友发挥家己的力量所做的礼品，不只是好礼，更是一座城市的名片。台湾新闻阮吉采访报道。